小易，带去你的青眼魔道。开始吧，我们的目标只有楚墓。我倒要看看你的魂力能坚持多久。这是天意要楚家灭亡，想活下来吗？那就把你们的对手统统撕碎！你将担任公主护从一职。你是楚家那个小鬼，你们不用担心，少爷他对付得了，那种魂宠还入不了少爷的眼。跑得了吗？先去对那些无辜死者谢罪吧。说到底，也不过是个护从。哼，你中计了。傅爷，水青尾巴。尾，是狐的尊严。竟然是九尾，这不可能！真以为自己容纳得了我？魂欲解除，竟然在这个时候灵魂升华，半魔，你们都得死！